嘉义县为着要让即时爱上班的民众更较方便，县政府按算讲要增加20个至30个伫暗时疫苗注射站，方便民众来注疫苗。卫生局卫生所甲病院的医护人员招好准备要来注射的民众，为着要提升注预防射的速度，嘉义县准备要来提供暗时注疫苗的服务。因为晚上比较有时间啦，这样还蛮贴心的。这一次的唐凤政委的系统里面登录的乡亲。那这一波我们就预计来开放夜间的施打，那我们希望大家赶快去做登录。县政府表示，目前嘉义县有注预防射人数占14%以上，暗时注射的服务会当方便上班的民众。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安排，除了阿里山乡甲大埔乡以外，暂停各乡镇卫生所卖喙安的服务。基本上民众现在都去买一整盒的，就不会到卫生所来买。足多人爱个所注射这动作，都是上好的这动作啊。卫生局表示，喙安目前伫药局拢买有，但是增加有诚侪时段需要卫生所来协助注射登记，而且刷落会当注射的所在嘛安排伫卫生所，希望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增加县内民众注射的数量。记者林慧玲，嘉义报道。